后来继续来看，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来推杀选罢法等3大法案来过关，引发到公民团体不满，讲这是要毁掉台湾。昨暝是号召第一波的青鸟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来抗议，国民党这届无阁急点点咯，嘛大舞台音响宣讲来反制，讲这是民进党求官求职的破烂大会，双方是充满着火药味。望安办单棚，地步台顶哪人气，哪抢国民党。你在骗台湾人，马祖无是民的，然后你骗人，一定是阮台湾人，然后你骗人，骗大陆太阳钱，叫怎啊你台湾人要骗台湾人的钱哦？青鸟冲一位国民党的大本营抗议，南洋嘛说舞台正面竞争。更加出动这只官方的电管社求官大会。恭喜赖中强有机会获得赖清德法务部长候选人资格。中国国民党最没品。我们就是来面试拿文化部的钱，我敢承认。你敢承认你拿统政部的钱吗？青鸟搁在大规模组织，主要的4大诉求包括批评保困期毁掉台湾，和政府无法度运作。有反对南亚版本的宪诉法甲选罢法的修法，更加点名台北市5位立委推动民主倒提法案。我不怕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哦，但有种大家可以出来认识一下啦。如果没有种的话，那就闭嘴啦！你们的老板是谁？赖清德。有了。不生气了，有人生气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是给我3不好意思，讲太大声了。人拢已经请门大花，国民党当然袂急点，是讲青鸟至少够2倍行动。呼吁大家理性的公民应该要关心这个议题，并且如果你觉得这是不对的，那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。双方的火药味是愈来愈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